感谢主，让我们一起在主的圣殿一起经历神的恩典，也让每一个敬拜的阶段，上帝的感动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在领受主的话语之前，我们先来做祷告。慈悲的父神，感谢你，你是天父永恒的家，里面永远充满着丰盛。但是我们人类有罪，我们自己有许多软弱，常常背逆了你。我们今天要一起分享圣经浪子的故事，里面小儿子所经历的，也让我们在身心灵上做检讨，让我们知道你在我们身上是何等的恩典，何等的祝福。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让我们有能力有智慧面对人生的挑战。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呢也是分享了圣经里面出名的路加福音浪子的故事。我们知道这个故事里面有三个主角色，第一个是父亲那第二个是老大儿子，那第三个就是小儿子。我们通常因为他的故事性非常强烈，就在老二就是二儿子的身上。不过牧师想说，借着这个比喻呢，主耶稣的比喻，一起分享三个角色的面向，一起思考我们的信仰，一起思考我们跟神的关系。那2个礼拜前，牧师分享了长子老大，他在父家里面的许许多多的一个我们的人生的必经的过程，怎么样去经历神的恩典。那今天就来讲到这个主角，我们一起分享浪子。这个浪子他在我们身上所显示的教导，圣经的教导是什么？是今天牧师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等一下经文我们在复习当中会呈现，我们一起要来思考说，为什么会有浪子了浪子难道是不可避免的会发生吗？还是说永远是在别人身上，永远不会发生在我身上？也许啦，但是我是要思考说，我们人类的身上，因为有罪的存在，有自由的意志跟思考，我们有个人的一种理解跟想法，所以呢，也不免会带来我们人生所带来的一些浪子的基因的挑战。那其实我们听到浪子或是这种比较漂流的，都感觉是一个负面的。不过我们也是要很坦诚的去认知说，其实浪子这个基因某一个程度也是人的一个突破框架、挑战新的可能性的一个力量。那只是说你用在正面的地方，或是这个负面的部分，那就是我们人生很多抉择所要做思考的。首先呢，人类呢爱冒险的基因，不安于现状的基因，因为让你时时想要去冲破那个极限，会去挑战一个边框，或是走出那个所谓的安逸的这个圈子，那这些都是人类的一种本性了哈。那如果用在好的部分，也许是人的一个突破。所以呢，人类存在着冒险跟挑战的因子，那在我们的人生跟历史上是常常可以看得到。比如说，我们人类因为勇于挑战跟冒险，就人类很多文明就这样被发展出来。其实我们不要讲太远，其实台湾现在成为一个美丽的宝岛。你知道当初我们的祖先呢来到台湾，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充满了蚊虫，充满了瘴疠之气，在这边生存不容易的地方。但是因为为了追求理想，我们的祖先无论从哪一个朝代来到这里，勇敢在这边建立土地，去开垦，去荒山野地，去找到那个山林。你知道我们台湾呢，
有一个特色，就是溪流很短，那个河水不能存在很久，因为这个在山上下雨的话不到几小时水就流到太平洋或是流到这个台湾海峡了。那因为山高水急，常常会有很多的那个水从山上把一些泥土泥沙带下来。我们都知道对地理有一些理解的，我们其实西部的平原大部分都是经过千万年，从山上把这些高山的泥土石头一直往下带，然后我们的嘉南平原，我们的那个曾文溪啦盐水溪的出海口在七股这些土地，其实都是从山上冲下来的泥土所累积的，那才有这么多的平原让我们种植这些农作物蔬果。那我们的祖先呢？你看现在都良田千顷，对不对？万顷。其实每一次河水一泛滥，它带来的石头、泥沙、一些杂物就充满了整个冲积平原，然后我们的祖先就要重新去把那些石头挑起来，把那些农田重新恢复那些足够可以种植、可以足够养分的泥土，那真的是好像就要重来就对了，一次台风就要重来。特别是我们所传统讲说 K 波有没有？在那个两个河的河岸，那些水退掉的时候，那些河岸都是要重新来的。那简单来讲，因为人类有那种突破极限的能力，所以让整个文明或是整个人类的历史在往前推展。我们就会看到说，年轻人很多冒险的精神，比如说想要探险那些极限运动，对不对？哇，我们看到那些在电视上、新闻上那些年轻人跳上跳下滑板也好，溜直排轮也好，或是跳那个降落伞，或是那个动力伞，哇，一大堆挑战，在海里、在天空在陆地、在山上，这样的挑战，你说他是假霸雄赢是不是？没有，他是想要突破自己体能的极限的那像类似跑酷那种新兴的运动跳上跳下，像猴子一样这个大楼跳过那个大楼，从高跳到低，然后从墙爬上去，哇，他就是想要突破那个人类的体能的极限。我们更不用说人类到南极、到北极、到高山圣母峰、到深海的海底的挑战，都是一种人类一种不安于现状、冒险的基因。如果能够有好的装备，有好的预备不会发生危险，倒是人的一个努力的一个方向。现在暑假了，很多年轻人很想要去爬山，哇，山上很多漂亮的美景，因为他们愿意走过，虽然很累很苦，但是他们要挑战。正面的也许是这样子，不过我们从这个老二这个儿子，他所表现出来的，其实某一些浪子的基因是让人家感到担忧的，或是说会发生危险的。这位浪子呢，他为什么想要离开自己的家？一个原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了，觉得老是在家里面什么都被管得很严格，什么事情都不能做自己老爸叨叨念念的这个故事里面就缺了一个妈妈在身边这个爸爸到底跟他的关系怎么样？当然这是我们可以想象的不过总之他就是离开了，所以他认为外面的世界是宽广的，充满了机会。所以13节这样说：过几天，小儿子卖掉了分得的产业，带着钱离家走了。好了，他为什么没几天就把爸爸不知道多久或是几代累积下来的财产家业，他根本一点留恋都没有，就把它卖掉变现？因为他能够随时使用，到外地去，他想要开辟另外一片天。我想每一个人不想说，不是每一个人都想要做浪子，他其实是心中想要比现在更好、更超越，但是没有好的评估，没有好的一个计划，那只是可能随着自己的私欲所以这个小孩子远离家乡，一点都不眷恋，等于对家庭一点不珍惜。那这个是一种
一种对现实不满的情况。有时候对现实不满不一定完全是坏事，比如说一个社会充满了一种负面的，有人愿意把它突破。其实台湾的社会也是这样子进步的，但是这个老二这个儿子呢，他完全没有看重附加的这些美好，只是一味的就要离开。第三个浪子的基因是外国月亮比较圆的心理，感觉上觉得外面的人说的很有道理，外面的朋友都是最好的，家里面长辈阿公阿嬷啊老是唠叨，讲的都是老生常谈啊，每次当父母亲开口，他就讲说你讲过好多次了啦，反正你就完全把自己的耳朵把你的心关掉了，因为你认为这些都是老生常谈啊，这些都是在限制我的啊，对我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冲击的啊，所以可以用一种比较一种描述说，父母要招呼你就要用8人大轿来抬你，但是呢神鬼来招呼你，你就跑得不见人影那种感觉。换句话说，好意的规劝的你什么都听不进去，外面一点点风吹草动，一点点一有诱惑你就跑得不见人影了。那这些常常是浪子的基因所做的一种很特别的反应哈。但是有挑战的心理也很好，有跨越极限是很好，但是常常你不能掌握你自己在外面的环境，不可预知啊。不能说我要去的地方一切都为我安排打点好了，我一到一切都顺利了，不是啦。所以14节这样说，当他花尽了所有的一切，那地方发生了严重的饥荒，他就一贫如洗。请问他是愿意这样子吗？他绝对是想说，我一定要赚2倍3倍，让爸爸刮目相看，让哥哥觉得说，你看我这个弟弟比你厉害多了，到外面一闯，事业比你在老家守着那几块田多厉害。其实这个情况，我想我们在社会上、我们生活上常常发生了。但是问题是说，所有的环境都是你能掌握的吗？我相信去年的年底，很多企业、很多团体，他们一定会计划说：哇，我2020年要怎么样发展我的事业？我的版图要扩大，我的事业要收成要几倍。但没想到春节一到，所有的那个新冠病毒一来，所有的计划都打散了，航空公司不能飞机，旅行社全部都要停摆，餐饮业没有人来光顾，交通业苦得不得了。我们很多人因为这样被迫失业了。谁能预测这样的事情发生呢？这个浪子也不可能故意要去闯这个祸，但是他说他花尽所有一切，什么意思呢？他努力的付诸流水了，那个地方偏偏发生了饥荒，什么收成都没有，所以他变成一贫如洗，跟他当初带着可能整包的这个现金换现的，把爸爸的土地卖掉嘛，那他是想要换成这个样吗？不可能。问题是在于说，你外在的环境跟因素完全不在你掌握之下，连股神巴菲特都预测不了啊。他这一次不知道亏了多少钱呢？谁能够当上帝呢？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思考说，浪子不是大家都喜欢当，但是因为你的里面有这样的罪性存在，所以最重要的点是这一点，是罪性的辖制。人明明没事，你就故意找事做；明明没有危险，你偏偏去冒险；明明环境不是你能掌握的，你好像就是拍胸脯，觉得能够掌握一切。所以小儿子开口分家产，这已经起了一个败坏的因子在里面了。更不用说他在外面，他又不好好努力，他是任意放荡浪费的。他觉得这些钱呢，因为
是白白得来的，根本不是他努力所得，难怪就一切都浪费掉了。想要以钱滚钱，没想到钱都花光了，一贫如洗，而且还要去猪圈，让人家看猪，连猪吃的东西都没得吃。那追根究底，就是人的罪性，受魔鬼的引诱。那牧师在这个地方要稍微分享一下说，这个小儿子跟爸爸要财产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存在着一个人类的历史或是人类的文化里面一个很吊诡的东西。爸爸有财产谁不喜欢？老爸有钱谁不喜欢？但问题在于那怎么拿捏？是往好的发展还是往坏的发展？这个才是我们要讨论的事。如果从东方来讲，东方的文化分家产在东西方的文化是有很大的差异的。要跟老爸要钱要家产，在东方是大忌，因为父亲的财产是给予，不是强求的。那个布写错了，就是说财产是父亲愿意给你，或是家长要给你，但是你跟父亲要求，那已经存在那个裂痕在了。所以我们很容易看见台湾很多的新闻看到说豪门子女呢，为了争产，那不得了，不止兄弟姐妹没有和气啦，连家人都不用做。你知道我们台南早期有一个非常有钱的人有钱的人呐，他大概是我们台南帮的创始人呢。他过世的时候，连下葬都不能下葬，他的棺木放在一间豪宅里面，就放在那边，就不能动，因为这些子女家产分不清楚，那只好把老爸的棺木当成悬棺的样子，就放在那边。为什么？因为财产分不清。那更不用说，有的是因为这样子互告，兄弟姐妹互相残杀。生命是死在自己的兄弟手中，小到一个家族，大到整个中国的帝王的传承，都是宫门在宫中的一个残杀，真是血腥的不得了。人的罪性，原来是最美好的家庭，就是因为钱财，让它变成仇人了。那所以呢，东西方呢，大家经过人类历史的演变，应该是教训吧，一代一代的教训。那西方社会因为受到基督教的文化的熏陶，有一些改变。那我们分享一下有不同的人的见解。然后我们知道全球的富豪比尔盖茨，他曾经公开表示，他说再富也不能富孩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孩子有钱不是好事啊。他说：“我不会将自己的所有财产留给自己的继承人，因为这样对他们没有什么一点好处。”这个意思不是说自己吝啬，或是不想给孩子。他认为说，让孩子平白无故那么多钱是害他，不是帮助他。所以我们知道，比尔盖茨他跟巴菲特一起把身上大概财产的90%几都全部捐一个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基金会，慈善基金会。他在干什么事呢？他在帮助非洲很多有受疟疾之害、受艾滋病之害，他要把这些钱拿来当成在帮助这些穷人的事工，我们所说的慈善社会事业。所以外国人他知道说，一个白手得来的，你对钱根本的理解不一样，钱能够帮助人，但是害人的更多。这个是比尔盖茨他们这个代表西方文化的一种理解但其实中国的一些家训也类似不是一般人的心思是可能是这样，但是他的脑筋清楚的人知道这个不好。所以清代的名臣林则徐他讲他们的祠堂有一个对联，讲了这句话，你一看就知道什么意思。他说：“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他意思就是说，子孙如果像我这样的优秀，对不对钱不用给他，因为他比我会赚嘛，他比我更有能力嘛，何必钱给他？
一旦钱给他，他的能力就发挥不出来了，因为他躺着就有得吃了，何必努力呢？他的智慧潜力发挥不出来啊，那我不是害他吗？那另外第二段他说：“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余额多财，亦增其过。”哇，那这个更糟糕了，对不对？他有钱，贤而多财，损其志，只是他没有什么好的成就而已啊。但是余额多财变成罪过，因为他可能是花掉了，被骗到了，或是追求肉欲的这个欲望。那这个是林则徐出名的一个家庭祠堂的对联呢。那我们看到说，国外的德国的父母亲怎么说呢？他说：“若让年轻人轻易取得巨额财富，可能会将他们推向堕落的深渊，因为你一旦没有感觉钱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或是一种危险，你就不小心就会被钱财所迫。所以，外国的父母他们有一个概念，就是说，让孩子觉得缺乏，那钱才对他有用。他如果觉得平白得来，根本不用努力，那你就害他一辈子了。好，所以有人在统计或是做调查台湾的父母呢，大概宠爱溺爱孩子的比较多，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有的全部给孩子，自己没有的也想尽办法要去把它争取到，提供给孩子，甚至还替孩子负起下半辈子，反正就是被他铺排好了，说孩子你不用努力，我就帮你准备好了。你觉得这个父母太好了，其实是害他害的真的这种最笨的父母就这样子。前几年可能年轻的没有听到，前几年呢，台湾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广告，爸爸给孩子说：“孩子，你要什么，爸爸买给你。”有没有？反正老爸有钱嘛。这样的话，到底对孩子是好是坏？其实是负面的比较多。因为有人调查说，台湾的父母忽视孩子的能力和选择，没有锻炼孩子成为真正的成年人。所以国外的父母亲他们也形成一种文化，不是说这个爸爸会这样，这个爸爸不会这样，他们是觉得说，孩子大学毕业那一天就跟你讲清楚了，从此以后我就不再提供钱给你了。有的父母亲甚至看孩子在吃泡面，他也觉得不想拿钱出来。但这个不是说今天遇到了就跟你讲，是老早从高中时代就跟你讲说，孩子，我的责任就是到你这里栽培你，用尽最好的让你得到好的操练，但是到那个时候你要为你的人生负责了。那我想西方的那个长辈很这样子的。其实你知道西方的社会到了大学还住在家里面，就觉得很丢脸的事，你知道吗？那这个台湾就觉得说，怎么会这样？父母亲怎么那么的残忍呢？其实就是文化的差异。所以有一篇报道说，宠爱不是真爱啦，你爱护你的孩子是害了他，这个是我们常常听到的，但是很多人做不到，因为心中有怜悯了，怜悯就软了，心就软了，看孩子吃苦就觉得好像我在吃苦一样。所以曾经有一个调查，有2/3的父母承认孩子是被宠坏的，所以曾经有人把它发明一种叫做被溺爱的儿童症候群，被溺爱儿童症候群。他觉得这个好像类似我们的新冠病毒一样它会附着在父母的身上，特别是1980年以后出生的孩子，因为在那种情况之下受溺爱的机会更多，尤其是在21世纪之后，这个也是全球有人在做这样研究一个忧心的现象。我们更不用说在早几年呢，中国大陆那边因为一胎化的政策，孩子在家里面是四个父母亲照顾一个孩子应该是6个了，父母亲再加双方的父母，阿公阿嬷4个嘛，再加父母亲6个，再宠一个孩子不得了。那这些孩子现在成长到出社会了，会不会变成怎么样？可能要成为中国的一个社会的问题。
好，被宠爱到底好不好？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做父母亲的，你都点滴在心头了。那重点是说，我们从这一个浪子的故事去衍生到底给孩子什么是最好的？那给孩子有独立的思考，能够为自己的人生做抉择的，这才是真的爱孩子的父母亲。好，我们再回到这个浪子，他为什么会值得被称赞？是因为他遇到了最大的困境的时候，他没有一错再错，他是勇敢的归回。那就是我们觉得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最大的鼓励。我们看到浪子的告白，在15章17到19节说，最后他醒悟过来。醒悟是多大的代价？你知道，钱都花光了，而且是饥荒，连吃那个猪的食物都没得吃。那这不醒悟，还什么时候能醒悟呢？但至少代价，他知道醒悟，不然一悟再悟，那就麻烦了。他说：“我父亲那里有许多雇工，他们粮食充足有余，我反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回到父亲那里去，对他说：爸爸，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再也不配做你的儿子，请你把我当你的雇工吧。”这位真正悔改的浪子呢，他清楚知道他犯了两个罪，不是一个而已。他得罪了天。什么叫得罪天呢？就是你把上帝给你的正面的东西完全都把它浪费掉，负面呈现。那对父亲这样爱儿子的心情，你把父亲的财产当成你应得的，没有帮助你，反倒让你成为一个浪子所以他觉得自己很亏欠，所以我不敢做你儿子了，我愿意当你的雇工。我们从浪子的新年告白大概有这3项的一个理解。第一个，他知道还好我的父亲的家是充满丰盛跟平安的，在人生的旅途漂流，还好还有爸爸的家可以回去，即使我做一个雇工，就是所谓的奴才，都还比在外面好，能够愿意归回。第二个，很重点是他勇于认罪悔改，接受重生。第三个，他宁愿在父亲家里当雇工，胜过在外面的漂泊流浪。在出名的这个林布兰的话，这位儿子是真的跪在父亲的面前，因为他坦诚知道自己太冲动了，那个浪子基因激发他一种自我的形象太充满，太骄傲了。这些图片我们上2个礼拜前曾经看过。我们看到希伯来书有一段经文在提醒我们，他说：但是为了避免你们当中有人为罪所迷惑，心肠刚硬，你们要趁着还有所谓今天的时候，天天互相劝勉。换句话说，我们人会被罪迷惑，心肠会刚硬，所以呢，我们要有某种敏锐的心，知道说还有今天。换句话说，不要等明天了，你觉得错误，立即改变，不要再拖了，越拖越严重。就像一条错误的路，你越走离开的越远，赶快回来吧。那么就是希伯来书给我们一个勉励。他还说14节，如果我们能够坚持当初的信念，始终不变，我们就是基督的同工。换句话说，不只是赶快归正，而且一直坚持当初跟神的约定，你就成为神所重用的同工。他说圣经这样说，今天如果你们听上帝的声音，就不要顽固，像从前背叛上帝一样。希伯来书在提醒我们，人类有这样一种背叛的基因，有一种离弃的基因，有一种不满现状的基因。但是记得趁着有今天，赶快做改变。所以希伯来书3章13到15节，这个给我们3个信念。第一个，趁着还所谓的今天，要天天互相劝勉。重点不只是你自己有自觉而是因为弟兄姐妹、亲朋好友、家人，大家彼此互相劝勉，而且是天天的，不是偶尔就常常提醒。第二个，坚持当初的信念，始终不变，成为基督的同工。第三个，如果你听见上帝的声音，不要迟疑了，不要再犹豫了，马上做决定，马上改变。就像这个浪子一样，他要离开的时候风风光光，回来的时候满身褴褛，
一毛钱都没有，差那么大。其实我们知道说，很多人不想回家乡，是因为回家乡大家会看你到底发展的好不好。其实不要太惊啦，家里永远是最温暖的那一块。那人常常有自尊心，不愿意去面对，所以我们要一起思考说，这个浪子的故事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是把它当成一个课题在研究呢，还是说我们可能是一个属灵的浪子哦？你我的身上有这个属灵的浪子的基因呢？我们怎么样去避免我们要怎么样去突破？第一个，你是不是也有常常有这种离家的冲动，离开父的家，或者说我们离开这个教会，还是这个教会没有什么给我好处的，我觉得什么样看都不满意啊，牧师也看不满意，我们的小组长也看不满意，弟兄姐妹好像都欠我一样，会不会有这种心理？那是我们要去理解怎么样去突破，因为可能某一种是一种因素，浪子的基因让你作祟，觉得别的地方更好，我到外面去，可能换了一个教会，可能比较有兴趣，或是说根本不在父的家，不在教会了，我在外面靠我自己更厉害，会不会有这样的冲动？第二个，是否追求属世的成功胜过在主里的丰盛？你认为在外面靠我自己比任何在父家里面更厉害，但是不晓得原来你切断了父亲这个美好的供应、属灵的供应、温暖的供应、爱的激励，你其实什么都没有。最后我们一起思考说，我们怎样避开属灵浪子的陷阱第一个是常常操练自省悔改的功夫，一种像希伯来书所讲，天天去思考、去省察，有小小的裂痕就赶快要弥补了，而不是等到不可收拾。第二个是我们人常会犯的，就是要勇敢打破面子跟自尊心的束缚，好像觉得自我的形象这样子，别人根本没这么想你把它想成这样子。昨天呢，我们青少年呢有一个很特别的聚会，是在台北的一个迦南会的一个教会，那些年轻人他们专门在做大专事工他们特别呢来我们教会，因为我们教会年轻长老的女儿就是信仪呢，在他们教会，在读书的时候在他们教，所以他们就安排来我们教会做分享虽然我们只有年轻人在了人不多，很可惜，他们今天早上去到安乐圣教会，在礼拜当中分享见证。这位讲师或是他们的辅导呢，他讲一个特别的经历，让我觉得跟今天的主题有点类似。他就说，人呢常常自我形象很容易扭曲误解。他说这个是美国一个大学的一个叫做伤痕的试验，伤痕。他怎么说？他是有找那个志愿者来做这个试验，怎么样呢？他找那个好莱坞最出名的化妆师，你知道很多钟楼怪人什么那些化妆画的非常的像，对不对？他就在他脸部画了一个很深的伤痕，哇，真的很像好了，那就拿这镜子给他看，你画成这样子，我要请你去做实验。然后镜子拿掉了，他看不到自己的脸好。他再请那个化妆师跟他假装跟他讲说，我要帮你用一种水把你固定住，那这样你才不会漏掉嘛那个妆才不会卸掉。其实他是请这个化妆师，其实用一种卸妆水把它全部都擦干净了，就跟原来的完全一样了。但那位受测试的人觉得说，我这个边有伤痕，然后就带他到公众场合，比如说在车站或是在那个很多人经过的地方，坐在那边，那请你观察一下别人怎么看你。哇，经过大概半个小时、1个小时，好，就回到那个教室来，开始有人问他说：“请问你你们今天看到经过的人对你的眼神怎么样？”这位受试者就这样讲说：“我看到大家看我都另眼相看，很凶，很讨厌对我都不客气。”都没什么笑容，就讲了一大堆负面的话。然后测试完之后呢，那个主办单位就拿镜子来给他看，说你看看你自己，你的伤痕是怎么样？他说：
原来我根本脸上都没什么伤痕呢。这个故事在测试什么？就是说你自己觉得你有伤痕，所以你看别人都看不顺眼，你看别人都觉得你是另眼相看，你看我就是，那其实都是你自己心理作祟嘛。其实基督徒也常常会陷在这个里面，来到教会某一个人对我都没有笑容他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牧师看见你没有跟你打招呼牧师大概不知道对我怎么样，反正什么事情都是你自我的形象不健康，那引起了这样的误会，那这误会到底自己吃苦，那别人就没感觉，你一直认为是这样子，那这个是我们最大一个挑战。最后我们要一起学习说，我们有小组，我们有团契，目的是大家像希伯来书所讲的，属灵同伴常常互相劝勉提醒。你要有固定的聚会，有灵修的时间，有双倍造就，才能够让你这一些浪子的基因会被在控管之下。最后，我们做长辈的、做父母亲的，你记得要在主面前宣告祝福自己的后裔，因为这一些，因为奉主里面宣告一些不好的搅扰，一些邪灵的攻击，就会被主耶稣的宝血所遮盖。虽然这个浪子是一个故事，但是在我们人生当中常常会碰到。期待浪子的心声，他所带来的是一种愿意跟神面前对齐的，而不是远离了神没有悔改的机会，那是多可惜的事。